经来到，摇我用光要遍照全地。 为耶
宇宙万米，你手所做，世世代代伫你内面得到安息。阮是上帝的囝儿，我着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阳光已经遍照全地。我着兴起发光，宣扬你的名直到地极。一时求主你的圣神甲阮同在，求主你的阳光光照阮，互阮好当传扬你的名，互主的名得到荣耀。阮的祈祷感谢，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上帝的道路，远过咱的道路；上帝意念，远过人的意念。一步一步，主带咱头前的路。神的道路，高过人的路。神。时间不错误，一步一步踏领你前途。他的大地根基，他让云在空中飘舞。他创造生命气息，是他一举从不自负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，耐心等待必要欢呼。回想1990年的严冬，我们刚来加拿大的第一个冬天，11月底开始雪花纷飞，积尺2尺多。我们移民已经半年多了，但是仍然一事无成，到处找不到工作。当时移民的热忱已经变成冰冷外面的冬天一样。感谢天父的疼爱，在就业不成之际，让我们有勇气、信心来创业。因为我们反正是企业移民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创业，取消条件。感谢主，在我们向移民局提出取消条件的15天之后，我们得到移民局的通知，已经取消条件了。在历经这么多年的惨淡的移民经验，我们感谢天父，让我们在挫折中，我们不致灰心丧志，让我在肉体受伤、病痛的时候得到医治，让我靠着倍加的信心，虽然吃苦而不觉苦，让我在顺利的时候保有谦卑和知足的心。耶和华的祝福满满，就像海边的沙一样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阿门。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面高过人的面，他的心里有蓝图。时间不错误，一
伊拢知。咱着揣手，伊来牵，咱着专心专意倚靠伊，伊的主爱会陪咱到永远。做年会免忧，求阮行过路前，你知道你的忧果。阮将悲伤的日月交托予你，你要赏赐阮平安，擦去阮心中的目屎。这时，阮要三角来敬拜，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角比例。望咱的敬拜中看到主你的阳光，甲阮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